成人同青年會員請注意，而家有請城市追蹤2012籌委會主席麥輝講啲嘢説話。成人會員同埋職員注意，咁我哋嚟緊4月20講到一個城市追蹤，而家就誠意邀請大家去加入呢個。你都好大牌啊！send email 同你哋國庭嘅講，或者上咧喺3屋嘅多謝。